歡迎大家收睇新聞聯播節目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車大炮。10月8號晚上11點，響佛山嘅一個小區入邊，一台增程式嘅新能源車自燃起火，短短幾分鐘入邊燒到渣都冇得剩。個車突然間飆啲灰色嘅煙，跟住有少少異味，咁啊開到去江亭嘅位置，發覺等唔切啦，已經飆黑煙啦。江亭咁啊，呢啲林就唔出去，就停喺個較為空曠嘅地方，就自己落車，跟住叫門衛幫手攞消防嗰啲滅火筒嚟去進行一個滅火。咁但係因為火勢都係比較大，冇辦法控制，可以話係3-5分鐘就已經係燒到部車好黃噶啦，即係逃生嘅時間大概都係1-2分鐘之內。因為我嘅駕駛年齡都10幾年啦，即係自己會留一個嗰個安全鉗、安全錘嗰啲多功能嘅嘢放喺車嘅主架隔離。好彩嘅車主安全意識高，識得利用破窗器嚟逃生，執翻條命仔。如果喺1分鐘之內你唔能夠喺車度走出嚟，咁你就只能夠原地火化。唔理你係純電定係增程抑或插混，只要係用鋰電池嘅，隨時都有自燃起火嘅風險。你哋班友仔可能會話，點會咁黑仔啊？中6合彩都未輪到我啦！所有開電車嘅人呢，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僥倖心理，成日話啲電視空調沙發有幾舒服幾先進，實質上孭住個定時炸彈，幾時爆都唔知。電池一旦自燃着火嘅時候，4隻車門嘅電子鎖機完全失靈，手上冇逃生工具的話，就係燒粟米咁巧。響呢度呢，我再講一個行業真相俾你聽，所有嘅汽車博主、汽修廠老細、真正懂車、識玩車嘅專業人士，冇任何一個人係開電車嘅。但凡有少少汽車專業知識嘅人都知道，電驅車早響幾十年前就已經量產，響汽車工業史上就已經淘汰過2次，依家攞翻出嚟炒冷飯，又叫新能源車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你身邊正準備買車嘅朋友。如果你自己係一個寡佬的話，買咩車都冇所謂，一人參軍，全家光榮。但係如果你有老婆細路仔，一家大細的話，我就唔建議你買電車。畢竟喺1分鐘時間入邊，你自己走得快就好世界，人家走唔切的話就係咁拜拜。有錢人嘅世界，買咩車都冇所謂。一般嘅老百姓老老實實買翻台油車，二手嘅電車睇都唔睇，送都唔要。電車只有首任車主先有終身質保，二手車主乜都唔保。試問個電池你換得起嗎？燒埋左右隔離你又賠得起嗎？同你講咁多唔係喺度危言聳聽，電車自燃着火只會越燒越多。逃生破窗器你不妨整翻個，櫥窗入邊有貨。如果你嘅八字夠硬，你當我冇講過，記住執翻條命仔先至係最緊要。同意嘅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